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南一間拜四面佛的佛堂，去予人惡意甲這個香倒頭插。佛堂講，這款的行為是對神明大不敬，已經報警處理。台南這間佛寺四面佛的佛堂，講有人佇亂佛堂打廣告，講昨有人將這個香以非正式的方式倒插入香爐內，已經影響祭祀。民間信仰中也代表着對神明的不敬。廣告中一個穿白衫的民眾拿香插落去的方式無正常。這間佛堂佇台南的中西區2個月前開的，想不到有人會做這款代志。佛堂表示講已經報案去處理啊。這個香倒插入香爐內，這個行為是對宗教的不敬。宗教的民俗專家表示講，可能有幾種原因。其中一種就是有可能是表示抗議，伊就是咧甲吹香，只如令，就是速速趕回的意思。香爐被人家香倒插，就是咧甲你抗議落降頭的一種。有的時候是一些人，他想要讓他的許願的東西趕快傳達到天庭。佛堂講，這個代志已經交予警方處理啊！這民眾倒插香到底是什麼意思？就要等警方找到人了才會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